係喺1998年嘅7月29號啦。咁呢個 Art Bell 咧就喺節目嗰度咧就舉行咗一個時空旅行者嘅開放熱線。咁佢咧頭先我講過啦，佢就歡迎你咧，如果你係真嘅 time traveler，我歡迎你嚟去報料，或者咧你打上嚟咧去分享你嘅經歷。咁於是咧佢就收到一份好神秘嘅傳真。呢一份傳真咧，佢聲稱咧嗰個 send 呢份傳真嘅人咧，佢聲稱係來自未來。呢個就係 John Titor 第一次出現嘅時間。好啦，咁呢份 fax 係講乜嘢嘅呢？喺傳真度咧，佢提到有 Y2K 嘅災難啦，政府嘅戒嚴啦，中國會攞翻台灣啦，俄羅斯咧會有呢個核雪嘅災難啦，呢啲等等嘅預言。好啦，呢啲資料咧喺當年咧好爆炸性地出現咗喺 Art Bell 呢個節目之後咧，2個半月之後，Art Bell 突然間宣布退休。咁我唔知，即係好奇怪啊！呢個時間線，佢收到呢個 fax 2個半月之後，Art Bell 突然間話退休，原因咧佢屋企受到一啲